像当时的鸟只，飞袂行，敢讲是阮的命。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徛你遐，阮的心才只有讲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。当初离开时为啥？你若问阮，阮心肝着疼。你若要有好时段，不免等雨夜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。不通等成功要来这阿母大，阿母啊已经无你遐。哭出声，无人晓。我唱啊！你一定爱唱着，我给你唱啊！放手啦！你别这老命吼，我先叫你拼个头发痒了。我给你唱啊！看到我这一起的比赛吧？哇，赵先啊，我甲你讲啊，你哦，茫可讲你少年哦，想要食我这老送饭啦，也搁早咧啦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即摆开始哦，你甲我田无高，水无流，大家以后拢总卖得地，切一脚啊！真好真好，这粒手球哦，会当互你食到，这是上界圆满的结果啦。陈员外，我到这个时阵，你还搁咧叫陈员外，爱改口哦。是，拜见岳父岳表。真好真好，来，起来。快走起来！老爷，这样心命有保庇啦。你啊看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对。哎，阿姨啊，你赶紧倒转去准备，3天后哦，互你甲我的查某囝完婚拜堂。是。什么神啊？什么星啊？根本就是骗人的嘛！讲你是什么天龙星，根本就唔只妖怪啊！你大孙，你真好做到，你也敢骂我？不怪我会骂你啊！我是安尼日头甲你拜，妹啊甲你拜，啊，逐天哦甲你饲甲屁出出，结果哦，你答应我的代志根本也无做到啊！迄是因为我已经30外呢，到这时哦，足无简单哦，才去介意到一个查囡仔。早知影你无在条甲我斗3工，我当初是我着叫阮阿爹哦甲我处理就好啊。我哦真靠你啦，结果你真讲我啦。我今仔日会当交本去，结成连理，这一切拢是你的功劳，多谢你，谢你。多谢土地公爷。欢喜小文，经过这样一件代志，咱总承认到底，我感觉听着你面茫同款。这一切，拢要感谢土地公伯啊，甲赵神斗保庇。我煞袂记带你走家后，搭车造成。
载，俺家去灶骹人造型，得不是啊？好啊好啊。你是啥人？小文，你免惊啦，我熟悉伊，伊就是赵信啦。造型？赵信，我拄啊吼，才要带淑芬去走海，甲你说多谢。唔免，王文琪，你甲陈淑芬两个人是逆的，唔是一段好意，你知影？行。淑芬，李大春，你来找我来遮啦？对不起，李大春，你要爱的人我已经替你找，你要对人，你就来看你家己手。造型，哎呦，多谢你哦，真侪天拢车啊！造型的想啊，带着我出来遮，请你送我回去。哪有可能啦？哎，送你回去。哎，韩姑娘，咱的姻缘是生命替咱牵成的呢，啊？你后袂讲，是面开成我是教文艺，不是教你。哦，你是你走去倒啦？赵信，你出来跟我清楚啊！赵信，赵信，王文琪啊，你即摆是咧起笑者？赵信，我求你啦，你将我新娘还我好无？我求你好无啦？你即摆是咧讲啥？今仔日是你的洞房花烛夜，你哪走来遮甲我讨新娘啦？赵信，等我亲目睭看到你去我的房间，将我新娘带走的啊！喂，啊你即摆是咧黑白讲啥？我是神，你是人呢，我哪有可能带走你的新娘？赵信，你是毋是想讲我分拜堂，无来走我甲你拜？好啦，是的啦，我唔对啦。叫你将新娘还我吼，我明仔载一定带小来遮甲你拜，来甲你回信的好无？紧起来，紧起来，我真是无带走你的新娘啦！要毋过我亲目睭看到你将我的新娘带走，我敢会骗你信？什么啊？你有看到我？当然啊。王文琪啊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想办法咯，将你的新娘找到倒来迎你啦。我一定教文艺拜堂完婚，无应该嫁你啊！不要紧啦，我明仔载吼，咱这个顶拜堂一间，我保证吼，比你拜哦更加澎湃，更加有面子吼。我来叫人，李大春，金龙山，我跪啊！李大春，你竟然敢对中间妇女无礼，甲我连家我受到天理报应是毋？天龙车啊！无你是倒一条筋的无对档啊哈！我毋是天龙车，我是赵神啊！这个造型你本来就是天龙车啦！你真是好大胆的，三更半夜掠人的家来你的房间对伊无礼，我连要走民局地哦，互你哪嗲吼，把我免至交到中路，告你落去做乞食。无喏，天龙车啊！喂，什么人是天龙车啊？你看我清楚啦，我是恁兜灶头摆的造型啊！啊好啦，不管是造型也好，天龙车也好啦，为了哦，今仔是你将陈姑娘送过来给我的呢，你带上罪过，全部拢送给我啦！你讲啥物？我将陈姑娘送去互你，啊你是咧后面讲啥？我哪有咧后白讲啊？这本来就是安尼啊，无我哪有再调去带伊来啦？陈姑娘啊，无你妈妈惦惦徛伫啊，你出来甲我作证啦！这造型啊，这其中是毋是有啥物误会？好，这件代志我会调查好清楚。李大春，你这世人会遐好命，出世伫官家做官家子弟，享受荣华富贵，迄是因为你顶世人行善积德的福报嘞。假使讲你即阵也毋知影珍惜，继续咧为非作歹，你的福报真紧就叫你砸头。到时这报应来临头，你想要后悔拢袂去啊！好啦，我知影，以后我绝对袂做歹代志。哦，拜托，我绝对唔敢去欺负伊啊！拜托啦！大哥，咱来，多谢。我刚才。
娘，哈，阿娘，我这晚了无爱困啊。阿姨啊，会安是你的同胞发作业，阿娘实在讲是袂使来甲你吵，啊，毋过我拄则听到你乒乒乓乓的大细声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哈，阿娘，无啥物代志啦。啊，淑芬呢？淑芬啊，阿娘，淑芬已经困啊。困啊，是啊，困去啊。啊，困啊就好，啊，真是无代志啊。无啦，无代志啊。阿娘，你先等去休困啊。吼。那无代志，阿娘就放心啦。啊，无安尼心肝头扑扑菜，安尼听到迄声，要惊死。无代志啦，阿娘你紧困吼。到做神到底是咧创啥？毋知小阮带你倒落去。即摆连阿娘嘛甲差精神，是要安怎才好啦？小芬，文怡，发电进行，发电进行啦！喂，是你啊？哎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哈！你即摆去哦，你甲我田无够水无流，大家以后拢总莫相得甜，切一样啊！我也无得罪你啊，你是咧歹啥？你是安怎无得罪我啊？你哦当作讲我食老头甲歹去啊嘛？3工前你做的代志，你当作讲我即摆已经拢总袂记啊3工前我是啥物所在得罪你？嘿，啊你还要搁当遐电视？你要我当面甲你辩？来，我问你，你是安怎哈？是安怎叫我讲啊？会甲王武仪甲陈淑芬甲因斗骹手因的婚姻啊？到甲抢手球一天，你是安怎样？暗中的时候，这个抢了手球，你李大春，你什么意思嘛？哎，我哪有啦？啊是安怎会无？啊你还搁当遐第钱？你当遐教我抢了手球，抢到雾煞煞，还搁钱无？哦，我就是为着这件代志要来找你啦。嘿嘿，你误会啊啦，是有人哦冒充我的形体去抢手球啦。好啊啦，你免当遐在解释啊啦。我煞唔知，就当作讲我咧食老啊，头壳较歹，定了讲话就要甲我装笑。以后我后袂当要听你咧做低头皮啊啦。好着，之前我讲的是正实的，因南迄个人讲冒充我的形体去甲陈秀芬哦，掠去互李大春，你知影无？真实啊！当然嘛是真实的啊！嘿，迄个王文义哦，佫走去找甲找我算账的，哈哈！好佳再讲我太巧的，我一想就想到啊！嘿，伊骹的顶头绑一条红线，我就为着伊迄条红线，一直走去李家，甲陈秀芬救出来。我若是慢一骹步吼，迄个陈秀芬就去互李大春欺负去啊！你知无？真是有这种代志啊！当然嘛是真实的。啊，佫有啦，这李大春哦，将我当作是天龙星呢。我咧想，一定是伊假做我的形体哦。哼，我毋对。啊，这天龙星是啥物人？哎，好地亲戚啊！啊，你做神做遐尼久，人面解释，啊，你敢办？天龙星，天龙星就伫咧500年前，伊去犯着天条，叫人来关起来。是安怎伊哪有法度当去跳出来，甲李大春斗相共？我嘛是感觉足奇怪的。我甲天龙星也无熟，啊，伊是安怎要假做我的形体去做一寡歹代志来侮辱我？这，免搁等遐摇，免搁等遐摇，转去转去，天光啊，天光的是咱才来找安尼就好啊，转去，我要。哎哦，大里遐丈夫我去互抓去啊！天龙车走嘛已经走啊！那是安尼讲起来，这件事咧变鬼啊！好有够好的，竟然冒充我的形体去害人，害我叫还家人怨叹，我一定要找伊算账。哎哟，啊，敢要找算账毋较简单，咱即马上天庭来去禀告玉帝，甲伊讲啊，天龙车啊已经选出去啊，玉帝听着受气，伊自然派天兵天将甲伊掠，掠倒转来甲电落金死死，通我替你报只鸟厝啊冤。对，安尼有理哦。来，咱即马就来去天庭，请。哎，哦，原来是天龙车你啊！500年无看，想袂到你也偷选出偷空气哦。天龙星，我问你咧，是毋是你假做我形体去害人啊？哈！
造型啊，等你慢慢讲遐歹听，我只不过是照你的形体哦，去报答人的温情，我哪有去害人啊？你还佫讲无啊？你利用我的形体去来陈秀芬，将所有罪过拢撒伫我身上，还佫讲无啊？我是好意咧，我接受陈秀芬甲你大村民的意愿，啊你敢有做哟？好你！走是啦，走是啦。哎呀，我甲你讲啦，这天龙车啊，人翻翻啦，伊的想法甲别人无共款。你当只介烧钱哦，加了亏力的，咱规去上天庭来去宾果玉殿，行行。等下，好这件事，我甲你船无到水无流，你何必管这件代志呢？哼，我来插这件代志，嘛是你教我的哈。哦，为着要抢迄粒绣球，害我咧摔一下险啊闹去，到即嘛腰脊骨了，搁伫咧酸痛。我若无请玉帝甲你关起哦，你啖口面哦，唔知要搁舞我一歹空流出来咧啦。好，那呢我就对你无客气啊！夭寿哦！我估你几时啦？好，你有够苦！哦，你怕人也无先通知者，用暗步，我嘛会。保佑，保佑！哦，咱是咧避鬼的哈！做事啦，赶紧来倒下手啦，老挡伊挡袂掉啊啦！哦，来啊！快！造型啊！你别用我顺脉用一个较准的啦，你来跑对我这来啦！拍死！哎，我来啊！拍死，给你死掉！啊，你是有够夭寿的，我有法子，大家来变好来！哎呀，夭寿啊！造型啊！啊，你是要扶我，是要弄我的啦？拍死啦！我唔知想到这个安尼啦，凭恁两个三脚了的功夫，也要到我拼，好，我就予恁无命！阿弥陀佛，拜见观音大师。天龙星，你毕竟宝树来修行，行期未满，无得到玉帝下旨，便私自出关，干涉人间的因素，安尼是会罪上加罪，你知无？小心提罪。念你为了报答还人因情，才犯下天规，本座特别发愿开恩，无爱搁再追究你的过失。你速速回宝树来修行，不得再下人间。小心遵纪。观世音菩萨，好佳哉你赶紧教伊，也若无吼，我甲赵信哦，即声哦，又搁阮闹开的啦。福德正是造神，在凡间为神度化百姓，本来就是真辛苦的代志。两位功德无量，阿弥陀佛。好佳哉，好佳哉，观音菩萨赶紧教伊，也若无吼，我这条老命就翘去啊啦。哇！好，莫讲，咱紧转来。好。哎呀，怎么造型好食唔通安尼呐？咱两个有缘来哦，我相信造型看到一定嘛足欢喜的啊。对啊，淑芬，拄则安尼也问我，讲什么时阵用抱孙啊？人哪会知啊？无要紧，我有办法。造型啊造型，拜托你保庇阮淑芬哦，会当一体西双的，两体生对对。我提这些啦，我提这些。赵信，啊你来啊，钱也借借啦。我即摆咧无用啦，无用登记讲哦，人伊咱来甲我拜吼，啊要求什么代志哦，我听听记记时间，我要同斗3工，啊也是要连工才开讲啊。哎，什么连工才开讲？我提这些啦，我有一件最重要的代志要甲你讲啊。什么代志？你替我想一下办法，互陈小芬哦，一体西相生，啊两体西相对。哎呦，你妈呢？我拜托者，连生囝代志你也在咧找我，你实在是有够烦呢。啊，你毋是讲欢喜就好？
我得进行啦。赵先生，你要七早八早来庙是咧创啥呀？吼，我若无赶紧离开灶骹内哦，我这鱼缸即个就白开啦。啊，每个人拢走来灶骹内祈求愿望啦，我哪有法度答应因的要求啦？哎呦，啊我毋是共款，你也看卖咧，七早八早啦，一庙内边咧闹热滚滚啦，这嘛有真远的人拼来信道呢。当摆求安尼讲袂煞，求到即马你无看，也讲有转去。哦，无怪讲你甲耳仔捂条咧米伫后壁，你是毋是惊讲听甲挡袂牢，搁想要撩落去斗相共了？唉，其实哦，因这凡间的百姓哦，拢将咱神哦，会念咧甲咱估计了上悬啦。对啦，唉，因拢无了解啦。这凡间的人哦，将做神明的当作是万能啦，无论讲偌大的困难哦，拢叫是讲会当逢凶化吉啊。其实这命运的代志，拢是因果循环嘛，对无？就是安尼讲，毋则讲哦，因这坐轿人哦，根本就毋知讲光轿会艰苦。哈，安尼啦，你看，又够人来啦。我听讲哦，美姨啊，迄个阿姨啊，人用会当去带到吼，人家的千金小姐吼，迄是咱土地公，啊，甲赵信两个联合起来哦，甲因斗相共的呢。安尼哦，看咱土地公呢，有够灵性，啊，搁慈祥哦。所以吼，我毋捌准备新礼要来拜土地公，希望土地公保庇阮囝，较早娶一个水某，我毋免逐工安尼烦恼操烦啦。人我知吼，透早嘛起来拜阮兜灶骹的灶神呢。哦，我求伊保庇讲，阮兜迄只地母吼，即体就生较一只儿仔囝咧。哎呦，紧拜新礼啦，拜着拜讲遮多啊。哎，我得记下，我继续听落，鱼缸即个会白，会想要撩落。伊遐就对，我看哦，咱出来口面透一下空气哦，透甲较清楚啦。陈生啊，你哪无忘记啊？生意歹做。阿亮兄，我以前啊，一工当卖3捆茶，但即马愈来愈歹，连生活都有问题啊。青山啊，我看你在当面庄仔内哦，无前途啦。上好时我较拍拼，靠趁钱的机会啊。啊，毋过，阮阿娘已经遐尼老啊，阮某搁拄好生无偌久，我实在行袂开骹啦。青山啊，咱是好朋友哦，我才甲你鼓励啦，你考虑看卖啦。要无安尼啦，咱土地公庙哦，抽一个签的，看土地公哦，安尼甲你指点。好啊，行。看到咱安尼面色面色，敢毋是？你敢是顺花啦？是啊。哎呦，你看你穿啊遮水，你大趁钱哦。这张纸嘛，足久无见了。哎呦，顺发啦，较偌久无看到尔，你哪变遮多啦？无啦，拢是土地公伯啊保庇，我毋免想趁遮济。对啦，等下恁若拜煞吼，来阮厝坐坐，我有办到哦，要请各位乡亲啦。真的吼，啊，你办到要请大家哦。哎呦，是啦，阮阿娘有讲，若趁到钱啊，袂使当生，爱摕出来请咱乡亲时代，安尼啊，以后钱才会当愈趁愈济。真啦，你阿娘吼是前世烧好香啦，才会生你这个熬趁钱的囝，实在真难得，真难得啊！陈长进嘛，迄是你教好了啦。啊对啦，各乡亲啊，我要转来去，等下哦，你莫袂记，阿来互我请咧。我是请村内啊上较出名的婚宴赛来办做足风派。小等呢，顺花啦，啊你遐行李。只要你若要做恁摕去无要紧，哈。都出来了，加油，加啊对了，莫袂记呢，你莫来互我请哦。陈生，我也甲你讲，虽然以前哦，我咱伫咧庄仔内咧卖鱼，嘛是农不农，熟不熟，想袂到伫咧外口拍拼几年啊，尔，就赚大钱啊！这回我转来办道要请人，顺花是在真搞呢。好啊，那你莫当遐嫌善人啦。头拄我伫路，我就甲你讲过啊，你考虑看卖啊，
日子咧过真紧，你若小可张毒者哦，人就闹啊。要搁出外口拍拼哦，袂赴啊。好啊，咱来面拜拜啦。哟哟，乖乖困了哈，阿水乖乖困，一暝大一寸。阿娘，食饭啊啦？煮好啊。来，呀，青山伫外口，说叫伊入来食饭。啊好，我是来去叫。啊，你莫当来嫌善人咧。头拄我伫路，我就甲你讲过，你考虑看卖。日子咧过真紧，你若小可张张者哦，人就闹啊。要搁出外口拍拼哦，袂赴啊。我应该袂随接到。先生，好来食饭啊啦。我袂晓啦，恁食就好。先生，你转来了后，就一直吐大气，你是毋是有啥物心事啊？无啦，哪有啥物心事？青山，我是你的宝呢，敢讲我会看袂出来？你莫伫遐乌白药啦，该讲无就是无。咱是翁仔某，有啥物话会当袂甲我讲的咧？该讲无就是无，你是臭的人是无？一讲甲问东问西，你袂烦我是足烦的，知影无？食饭啦。青山今仔日是安怎？脾气哪会遮尔歹？玉华，阿娘，互你受委屈吼。阿娘，你甲青山拢对我遮尔好，我哪有啥物委屈咧？你确实是一个真怪卡的媳妇。阿娘，拄在青山伫外面，甲你大声骂，我拢有听到。伊实在是真不应该啊！阿娘，不要紧啦，可能是最近卖茶生意无偌好，青山伊心情较郁卒，才发脾气，讲话较大声。若无，平常时伊是袂安尼啊。这我拢知影啦。青山伊现在的心内伫咧着急，想要赶紧趁钱来改善着咱的生活。我除了即摆卖茶的生意也无好，难免伊的情绪会歹。于是，青山的心内咧想啥物，我嘛知影。阿娘，你敢知影青山伊心内底伫咧想啥？青山伫咧想讲要出去外口打拼趁钱，以前伫咱遮卖鱼迄个顺法啊，总趁大钱转来。搁办道请乡亲，伊伫咧欣赏啊。阿娘，假使讲青山去外口趁钱，那安尼咱是要安怎咧？都是为着安尼，伊心情才伫咧郁卒。哟啊，即马卖茶的生意愈来是愈歹趁食咯。青山若要继续做这道的，也毋是办法。既然伊心肝来甲想讲要出去外口打拼，不如咱就互伊出去打拼看卖咧。阿娘，安尼敢好？玉华，青山是我一个孤囝，我嘛毋甘伊来离开我，但是伊嘛要为着恁母仔囝的将来打算。
这凡间的烧酒吼，虽然甲天堂的烧酒是袂比啦，这凡间的烧酒吼比较较俗，啉了嘛真好落喉呢。或者这是，你讲的是无对啦。要毋讲吼，凡间有一寡歹人吼，真好做假酒呢。你若无细腻吼，啉落去吼，你生命嘛是会翘起呢。就是安尼讲，迄拢怪一寡这不法之徒，为着贪图小利哦，用一寡这假酒哦，互人饮知，害死袂少人呢。哦，有够可恶的啦！或者这是，我建议你吼，较骨力做，四个人点点啊去顺顺看看。啊，发现着要做假酒的歹人吼，你开，讲下子。我知啦，这我知啦。来，去吸一个。嗨，赵成啊，你是神明呢，咱无用法术变入来，煞用行入来。心情无好变袂入来啦。赵成啊，是啥物代志，互你这么伤心啦？赵成啊，恁兜是伫咧死人啦，你若伫咧流目屎。我就精神啦，你嘛唔通安尼乱讲。你看伊安尼吼，稍微收一下。赵成是咧啦，啊，但你到底是安怎啦？讲来听看卖啦，无你哪一直咧流目屎啦？是啊，啊无紧讲。我是想起当年哦，我若毋是离乡背井，要上家户口，嘛袂跳入溪底去救人，拄着土地公伯后，看我做造型啦。啊，你是嫌讲做造型唔好势？毋是啦，毋是哦，啊无你是咧伤心啥物啦？我因阿某都伫灶骹内吼，啊听到一对大家新妇啦，讲为着因家的查甫人青山吼，伫船内无法度卖茶，歹趁食，啊想要出去外口拍拼，咧烦恼啦。啊，等你头壳歹去哦啦！啊，少年人出去外口拍拼，这是真好的代志啊！啊，等你烦恼要创啥？喂，好代志是啊，你哪会讲安尼哈？万一现在若是像我当年，啊为着叫人死去，安尼是要安怎哈？人无像你遐尔歹运啦！真歹讲啊！好啊，哎，好啊，这跟我嘛无关系，啊，伊来对我遐大声。赵成啊，代志吼是向时间吼，都还未定数的。啊，你管遐在是要创啥？来，啉酒啦！啉酒啦！啉到泄嘴啊，唔多人去加着要安怎？多谢。但即马酒啉落去啊，心情较好。赵成啊，你就是吼心肝软啊，好心啦，玉帝吼唔再收你做义主，铁王你做赵成。要毋过吼，有一寡代志吼，咱嘛袂用个吼安尼妇人之仁啦。像顶边吼，迄龙女规划遐尔重大代志吼，若毋是观世音菩萨来咧解围吼，咱先来绝对有我的份呢。怎么讲啊？啊，顶边真歹势，无安尼啦。来，我敬你啦，我敬你。欢喜着，欢喜着。来，这，来，你不要点，来，你较慢呢，这烧的呢。多谢你。对，青山啊，你酒会要出去外口拍拼，我全力支持你。多谢你。就像你之前所讲的，少年若无想要出来去拍拼，食人就无气力啦。对啦，啊，这样代志，玉华，甲你敢不敢知影？我会想办法说服伊。安尼哦，青山啊，来，我将来以茶代酒哦，叫你一帆风顺，带你成功倒转来。多谢你。我有一件代志想要拜托你。你做你讲啊？阮阿娘已经年岁较大，而且脚头尾也会拢正，伊要照顾囡仔甲厝里，恐惊无法度。
所以要拜托阿娘兄替我照顾伊。这款代志吼，你免烦恼。搁再讲哦，玉华是一个真乖巧的查某人，因佫有礼貌。你来讲，若有啥物困难，尽量来找我。阿娘兄，安尼一切就拜托你。这你放心啦，啊，你来趁着钱哦，爱去转来，以后你来有知无？我知啦。赞。青山是去倒位？咱这嘛还未转来。可能是个心情无偌好，去外口行行啦。青山是去倒位？咱这嘛还未转来。可能是个心情无偌好，去外口行行啦。我的心情无好，我卖菜生意也歹做，伊一个心内一心想要出外打拼，啊，伊阁惊咱两个人无同意，哎呦，实在是为难阿娘，青山是一个真负责任的查甫人，所以伊才有烦恼讲出来底无钱啊。所以既然敢有想讲要出外打拼，咱就来成全伊答应伊啊。阿娘，这我知影，而且除了这个办法，嘛无路好行。这就是咱善车人的悲哀啦。为着要生存落去，只好予伊他乡外里打拼。阿娘，青山都回来啊！青山，转来啊！青山啊，阿娘，回来啊！阿娘，阿叫华，你若这么还未困？哎呦，啊，等你无转来，阮两个要哪困会去啦？青山，你是去倒位啦？我就去阿娘遐因兜开讲。啊，等两个查甫人为什么通好开讲？遐尼交话讲啊，遮尼晚才转来。趁阿娘阿叫华还未困，应该坦白甲伊讲。青山啊，啊，你是想啥个？阿娘，玉华，我有一个代志想要甲恁参详。青山啊，你是毋是想讲要出外去打拼趁钱？阿娘，我会做这个选择，嘛是不得已的。希望你两个使答应我。青山，你的心思，阿娘早就知影。我甲阿娘拢同意，你会当去外口打拼。真实的啊！青山啊，玉华，恁两个出来准备一寡物件啊。青山，出外行啊都爱较小心，爱注意，吼。阿娘，我知影啦。啊，你嘛较早去休困。玉华，你哪来遮咧？再给我淡薄仔钱，你早咧，要用着有啊。玉华，我身躯早的钱已经有够啊，只剩了点厝的啦。青山，厝内底要用的钱还阁有咧，摕咧啦。免啦。紧摕咧，若无我会生气哦。我若趁到钱，我真紧就会回来。青山，假使讲外口歹趁食，就较去转来，知影无？我知啦，厝里若有啥物代志，你会使请阿莲遐斗相共，一定会帮助咱的。你家己就要较细粒。我会啦，我来去。土地公伯啊，请你保庇
青山一切顺心，赚到钱就较去倒转来。拜托你，请你保庇。这么久，我一点仔消息拢无，唔知伊趁有钱无？厝内底所费嘛已经用完，是要安怎才好嘞？青山也唔转来，阿娘，食饭啊？哎，你若去，马上来食。好。玉华，啊，哪会无米料全含珠签？怎对你做啊？无米。玉华，我老人无食是无要紧，伊仔才出事无偌困难尔。啊，你若无食到年水无够，啊，伊仔是要安怎？阿娘，你放心啊，我会想办法。这青山哦，出去有一段期间啊，是安怎咱拢无消息转来？阿娘，可能青山工会足无用的，伊才无法度甲咱联络啦。啊，家囝嘛都爱寄一钱转来啊，伊也毋是毋知讲厝内情形啥物款。阿娘，你放心啊，我想无偌久一定有好消息的。吼，来食饭啊。阿母，阿妹，阿娘，阿娘啊，有啊，哎呀，这啦，免啦，有啊，这是今日卖春的菜，还是买去遐咧收起来。阿娘兄，点点接受你的斗相共，真正多谢呢。哎，好。阿娘啊，咱你厝的吼，也毋是你讲偌好价啊，唔通安尼破费哦。含嘛，唔免讲啊客气话啦。啊，青山啊，伫咧外口拍拼以前啊，交代我吼，一定要好好照顾。多谢你哦。是讲阿娘啊，我有件代志要来拜托你啦。无啦，迄暗嘛，你唔通讲拜托啦，有啥物代志要做你讲。啊，都阮青山啊吼，啊，呾出去都有一段期间啊，啊是安怎拢无消息通转来，互我呢实在足烦恼，一般人毋知安怎，毋知有平安无。我是讲吼，拜托你伫外面你卖菜，人若较济吼，啊你甲探听看卖一下，哈。哦，好啦，暗嘛，无我正就来去，哈。阿娘兄，搁坐一个啦。唔免啦，我先来顺路来因兜问因安尔，问看顺路转来伊拄去青山啊无？哦，安尼哦，好啊，这拜托你，拜托你哈，拜托你。莫我他拜托，无我先来去。顺行哈。再给我淡薄仔钱，你咋嘞？免啦。紧摕咧，若无我会生气哦。我若趁到钱，我真紧就会来。青山，假使讲外国歹趁食，就较去转来，知影无？我知啦。土地公伯啊，真歹势，我无钱通啊买香，
所以嘛无准备新的来甲你拜拜。阮厝内底确实是无钱啊，请土地公伯啊原谅。土地公伯啊，请你爱保佑阮翁赛青山会当平安倒转来。土地公伯啊，我求你，你一定要保庇青山会当平安倒转来。你一定要保庇，你一定要平安倒转来，拜托。唉，福地先生啊，这对大家新妇吼，实在有够可怜的啦。即马参三顿拢有问题安尼。是啊，三家呢哦，连来求平安哦都无甲我传礼数来。哎，福地先生啊，啊你莫枵鬼啊好无？因即马已经杀个叫要枵死啊，你搁笑受礼数，啊你真正……我是安怎啦？啊你嘛伫咧奇怪，我的嘴安尼讲尔，我讲真是要好过呀。哈哈，莫假，搁假就无成啊啦。啊你实在若无安尼想，喙敢会可能讲出来？哎，啊像你安尼讲，敢袂出我土地公安尼真孝想要食呢？哼，本地就安尼。哎，讲话较客气的哦，你毋通安尼白白步要甲我念甲乌哦。我本地就乌的，敢袂安尼？你这搞死囡仔，啊你毋煞雕工？啊，你要拍嘛，这我好拍，啊那囡仔共款，遐安尼爱耍。讲话谈要骂，啊点点啊骂，啊骂到位我才来。哎，兄弟啊，是的啦，是的，我咧骂搞死囡仔，毋是咧骂伊啦，我是咧骂这造型啦。吼，你讲迄话哦，实在热死人咧。我连先生啊，我是甲你讲生笑的，你莫生气啦。啊是啥人毋知影讲吼，你福地进行做事哦，一向慈悲啊善良，而且佫有爱心，我常常替你家己奉路吼，来帮助善家人。啊，讲有吼，哎，好，造型啊，毋通我安尼甲伊乌落落去。以后若无吼，福地正神哦，听到若一个爽哦，将伊福禄拢摕出来开呢。赞哦！莫讲啊啦，我钱哦已经借过头了，我无人请你啦。福地进行啊，好啦，后头算我的啦。哎，对啦，孙悟空，我拜托你替我调查下代志，啊，这嘛啥款？哎，啊，到底是安怎啦？你莫甲咱摇头好无？青山死啊啦！啊？青山死啊？